台南是台湾主要农业产区之一，以112年来讲，台南市的农业产值为654亿。为将台南农业升级，台南市政府自解放以来，积极调整农产行销策略，除了顾好国内市场，也放眼海外。市场委体更是时常带队出国变外销。这次甲上恩义共同联手，共同签署农业合作意向书。希望透过商业院的专业，将台南优质农产再升级，行销全球。在疫情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努力已经开始出现开花结果的现象之外，那我们很多好的台南优质农特产品要前进国外市场，事实上还需要更专业的人。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跟商业发展研究院来签订 MOU， 为的是希望借重商业发展研究院他们的一个很好的行销经验，已经很好的这个对于国际市场不同国家的不同认知能够协助我们好的台湾最好的农特产品，就是在台南不管是鲜果，不管是加工品，不管是冷冻食品，都能有机会去世界其他的国家扣关。上恩义副议长张煌珍表示，台南市是农业重镇，也是美食的故乡。伊家己更是台南的查某囝，绝对义无反顾，帮助家乡农业发展甲行销。商业院能不能运用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帮忙台南市政府来帮忙台南市的产业啊？那我当然要一口答应。为什么？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对不对？我也出生在台南，所以义无反顾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将我们商业院在6、7年以来，来协助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农产品跟加工食品，出口到11个国家的经验，那又不同的打战的一个策略跟战略，能够将台湾很不容易，这个我们最好的食品商品到那11个国家去。台南农产今年已经行销到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纽西兰甲荷兰等7国。市府农业局将持续努力，听取各方的建议，辅导农民、农会以及农产企业生产出更加符合国际需求的产品，并媒合国际通路，让台南的农产品在国际上发光发热。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